你敢捌听过盐城区长？你应该捌听过吧？捌啦。哎呀，较早哦，这条歌偌出名咧。是啊，1964年的时阵啊，阮就是我要一个盐城区长。我话迄即摆是报啊，盐城区长行万里啊，人人叫伊过先生，做人公开甲有义，哎哟袂交朋友着啊多。过万基哈，因为他的喝酒真像阿萨里，而且真慷慨，个武艺哈。不论大家对他有多少的误解，有多少的评论，他如何看待自己的当年，很多事情，事隔多年再回头看，真的价值观会不一样。